安莊園探訪嘅客。呢一度係入門口嘅位置，玄關位。咁入門口呢個位置咧，做咗個獅子櫃嘅，下邊有燈。之後呢度掛衫啦，中間呢個咧有燈帶咗翻嗰個格柵，真係好好除啊！之後咧去到呢一度玄關位啦，拖嚟廚房、雪櫃，雪櫃後邊咧做咗個薄薄嘅儲物櫃。就去到呢度咧，隔咗間房，咁間房咧就係細佬瞓嘅。樓梯櫃、上床、下書台。書台呢個位置咧，都做翻個衣櫃啊，同埋書櫃。側邊做薄薄地嘅儲物櫃。呢一度係有木板間房嘅。OK。之後咧，到去呢度係廚房啦。廚房、洗衣機上邊吊櫃，呢度就冇裝嗰個鋁顯翻啦。中空嘅位置，做咗個珐琅板，磁石嘅，呢個可以掹開嘅，黐翻去可以隨意交。360度旋轉。就拖嚟呢個位置啦，做翻個智能鏡櫃，同埋個地櫃。之後去到呢度 ，sorry， 係個廳嘅位置。喺呢個位置間房咧，做翻個電視櫃，側邊有個儲物櫃，有個中空位。再去到呢邊咧，有個 display 嘅飾物櫃，就係 sofa 啦。再去到呢個位置咧 ，hello， 媽媽，呢間係主人房，做翻個吊堂嘅吊堂。入到嚟呢個位置咧，做咗1級嘅地台，地台嘅左邊做翻個化妝台啦，吊櫃。之後去到呢一度，雙人床，床尾有個掛咗個電視啦，即係有個床頭櫃。床頭側邊咧，做咗一個好深嘅儲物櫃，有個中空位，再落到嚟咁啦。